大家好，歡迎收睇同路點評，每日精選焦點新聞，帶你快速掌握澳洲、香港、中國同國際最新動向。記得訂閱埋同聲同路人，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更新㗎啦。墨爾本西北面普蘭普頓計劃興建一個佔地350公頃嘅超大型數據中心，當中140公頃會興建4座數據中心，最大供電容量達2.4吉瓦，規模甚至超越澳洲現有嘅數據中心。消息引起居民擔憂，反對計劃嘅請願已收集超過3600個簽名，要求政府評估項目對環境、基礎設施同社區嘅影響。開發商就表示會進行環境評估同社區諮詢。今次爭議亦反映 AI 發展背後嘅能源代價，當數據中心需要大量電力支援運算，科技發展同環境保護之間嘅矛盾亦越嚟越明顯。今屆菲爾茲獎創下歷史紀錄，兩位華人數學家黃雲同鄧旭，連同美國同加拿大兩位學者一同獲獎。呢個獎亦被譽為數學界諾貝爾獎。黃雲破解咗困擾數學界超過100年嘅三維卡基亞猜想，鄧旭就喺粒子動力學研究上有重大突破。35歲嘅黃雲亦成為歷史上第3位獲得菲爾茲獎嘅女性數學家。不過，將今次成就完全歸功於中國本土教育，亦可能過度簡化。兩位學者後來嘅研究同美國、法國等地嘅學術資源同國際合作密不可分。喺地緣政治緊張之下，科學成就容易變成國家競爭嘅象徵，但數學研究本身往往建立於跨國合作之上。今次菲爾茲獎亦提醒我哋，科學探索本身應該超越國界。印度一個叫蟑螂大眾黨嘅網絡抗議運動，喺教育部長普拉丹宣布辭職後，結束咗持續5個星期嘅示威。呢個運動源自印度首席大法官曾用蟑螂形容部分失業青年。結果青年反過嚟將呢個帶有侮辱意味嘅標籤變成反抗同堅毅嘅象徵。教育改革、試題洩漏問責，加上高學歷失業同優質職位不足，令運動好快獲得支持。部長辭職亦被支持者視為民主勝利。但事件嘅意義可能唔止係一名部長落台，青少年利用社交媒體將世代焦慮轉化成街頭抗爭，反映網絡動員已經可以挑戰傳統政治力量。對莫迪政府而言，當經濟增長未能解決青年嘅就業困境，今次抗議亦可能反映政府正面對更深層嘅信任危機。澳洲一國黨新成員巴勒比喬伊斯最近就難民政策提出同黨立場唔一致嘅睇法。一國黨主張嚴格限制移民，甚至要求所有申請者必須識講英文。但喬伊斯就話，對於生命受到威脅嘅難民，應該保持一定程度嘅溫和同通融，認為難民同一般移民唔一樣。佢亦反對將成個國家列入移民黑名單。事件引起爭議，因為喬伊斯一方面加入反移民嘅一國黨，另一方面又主張為難民提供例外。事件亦反映民粹政黨嘅兩難，用強硬口號吸引選民，但面對現實嘅人道議題，有可能需要作出妥協。中國 AI 公司月之暗面推出擁有28萬億個參數嘅開源模型 Kimi K3，佢因為程式編寫同邏輯推理能力受到關注，有人認為佢甚至有機會挑戰 GPT 同 Claude 等尖端模型。如果性能真係媲美尖端系統，開源 AI 可能降低企業同開發者使用高階模型嘅門檻。不過，龐大嘅模型規模亦意味住更高嘅硬件、電力同成本，未必真係比專有模型平。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同 Anthropic 指控月之暗面涉嫌模型蒸餾同取得受限制嘅高端伺服器，月之暗面就否認指控，中方就反對將科技問題政治化。所以 Kimi K3 可唔可以真係改變 AI 市場？關鍵唔止係性能，亦取決於成本、企業信任同地緣政治。多謝大家收睇同路點評，每日快速掌握澳洲視覺、世界焦點。記得訂閱啦，我哋下次再見。